恭喜發財！今日咧係大年初二，三元易學坊喺呢一度恭祝大家身壯力健，萬事如意，事事順利，工作順利。咁喺大年初二嚟講咧，就係話呢一個車公廟咧就係車公誕啦。咁啊，每一年嚟講咧，以往咧就有發叔咧就求籤，咁啊希望替香港求翻支好籤啦。咁啊，呢幾年嚟講咧，就係由阿劉業強議員嚟講咧，就代替佢求籤。咁啊，每一年咧嘅求嘅籤似乎係中籤啊，比較略多。咁啊，事不宜遲，今年咧嘅籤文咧就係咁樣嘅喎，係呢一個車公嘅廿二籤，係來自呢個孝經啊，應該好似係丁蘭克木嘅一個故事啦。咁啊，籤文就所講啦，就係話克木之夫不可親，當於善惡上觀人，但凡見利就莫忘義，須向人中慮不仁。咁啊，丁蘭嚟講，克木事親咧就可以咁講，佢係一個有孝道嘅人，但係咧就喺記載上面同埋故事所描述咧，係好似咧就有少少刻薄啦。其中嘅原因嚟講，因為就係話佢休妻啊嘛，咁啊刻薄成性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寓意就係話咧，見小利就然之後嚟講咧，就做出一啲咧不太仁義嘅嘢。咁啊，第一句嚟講咧，就克木之夫不可親啦，就係喺呢一個典故，即係丁蘭克木事親裏邊嘅典故裏邊咧，就係話丁蘭咧就攞咗啲木咧，就刻咗啲亡親嘅一個木像咧，我嚟供奉嘅。但係嚟講咧，就同個妻子咧，就因為發生咗一啲事件、一啲誤會嚟講咧，就立即休妻。咁啊，休妻嚟講咧，都可以話呢個婚姻失敗，亦都可以話呢一個悲劇。呢度嚟講咧，呢一句第一句嘅比喻嚟講咧，就係話咧，丁蘭咧表面睇上嚟係一個好孝順，同埋一個好仁厚嘅一個人喎。咁啊，但係嚟講咧，佢因為休妻嚟講咧，就令到佢嚟講咧，被視為一個咧就係話性情比較刻薄啦，冷酷無情啊，甚至乎嚟講對髮妻咧就無情無義咁樣。咁好啦，跟住嚟講咧，不可親呢三個字嚟講，亦都可以解釋為咧就係話，表面上嚟講咧就係話相當之好人，但係內裏嚟講咧非常之偽善虛假，咁啊過於太多一啲甜言蜜語啊，或者咧做一啲假象，咁啊令人誤以為佢係咁樣嘅。咁啊所以第一句嚟講咧就係寓意希望大家嚟講，首先咧要防止或者防範一啲虛假情意，有一啲少女藏刀等等嘅事出現。咁啊第二句嚟講，當於善惡上觀人喎。咁啊，當於善惡上觀人嚟講就話，首先我哋要判斷一個人嚟講咧，千祈唔好咧睇佢表面嘅行為啊，同埋咧一時之間嘅言語所表現，要從佢嘅乜嘢咧善惡去抉擇。善惡嘅意思即係話，咦，小心睇一睇喎，佢係咪偽善？同時間嚟講咧，做嘢嚟講喺利害關頭嘅時候嚟講，佢真真正正咗表現咗究竟係點樣嘅行為嚟觀察。去分析呢個人。第三句嚟講就係但凡見利莫忘義喎。嗱，大家要記住喎，就係話遇到利益誘惑嘅時候嚟講，千祈唔好忘記道義喎。若果唔係見利忘義嘅時候咧，就暴露咗一啲小人嘅本性喎。咁啊，即係大家嚟講咧，就係話如果同合作嘅人一齊做嘢嘅時候嚟講，見到佢都見利忘義咧，就好容易咧，佢可能同你合作咗好多年嘅時間咧，嗰個本性咧就會出咗嚟啦。須向人中慮不仁。如果對方嚟講表現上係好仁慈咁樣講仁義啊咁樣，大家都要保持一種警覺先得，要多上一層。因為仁義嘅背後嚟講咧，就可能係沒有人嘅動機，而係一個偽善，甚至乎嚟講咧就係口劍就腹密。咁啊，我哋叫做乜嘢咧？口劍腹密，即係叫做個人咧就飽蛇心啦。咁啊形容咧就會好啲嘅吓。咁啊，即係話綜觀呢一個籤文咧，其實就寓意大家咧
就要小心一啲偽善嘅人啦、虛假嘅人啦，就防止咧就同佢合作嘅時候嚟講咧就被出賣，甚至乎嚟講係造成一個經濟上面一個損失。好啦，呢一個簽文嚟講咧，若果喺從政治上面嚟講去考量，或者用呢個政治方面嚟講咧，就係話第一寓意嚟講咧，就政府咧就喺政策推行嘅時候嚟講咧，就唔好太過主觀地去認定咗政策咧係會推行得宜。首先咧就要充分地去解釋，充分去諮詢，充分讓呢個市民咧去知道呢個政策嚟講係究竟係做咩事。咁樣嚟講咧就可以令到咧市民嚟講咧就容易間適應，同埋咧唔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誤會。要真誠智咁樣去做咧，就會比較好啲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喺做生意嘅朋友啦，喺經濟方面啦，可能會出現咗一啲咧誘惑性嘅嘢。誘惑性嘅嘢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頭先用一個解釋呢個簽文嘅時候嚟講，當中嚟講咧就係好多不仁不義啦，因利忘義嘅人咧會出現，或者會某一啲合作嘅時候嚟講咧，就會出現一啲表面上好，但係內裏就壞嘅。好啊，引申嚟講咧，就係話小心一啲電騙案啦、詐騙案啦，比較多噶嚇。咁可能咧就會比較增加咗多少少，大家嚟講咧就要小心地去留意一下。呢啲騙案嚟講喺前嗰呢兩年嚟講都係增多嘅。我哋都要講啦，就係話市民嚟講咧就要自己充分地考量，同時間嚟講要作出一個完好嘅分析，否則嚟講咧就會造成咧喺經濟上面一個損失。如果係一啲公司或者一啲大型機構咧，同大家即係同人哋合作嘅時候嚟講咧，就要多留意一下咯，會唔會嗰啲人咧有啲虛假嘅情義啦，背後嚟講都係出於完全係利益嘅關係嚟講而被受到出賣你。呢樣嘢最緊要嚟講咧，就係好似朱雀橋師傅咁講啦。嗰本書咧就叫做大眼識人啦，即係小心為上。我哋寓意嚟講咧，啲簽文咧其實就寓意俾大家咧，就係話當大家同人哋合作嘅時候嚟講，一定要小心翼翼。我都經常都講啦，什麼時候都要啦。但係寓意咗喺丙午年咧，呢啲事件咧會較為增多啲。大家嚟講咧就不能咧就掉以輕心啦。另外喺政府方面嚟講咧，就要話喺呢個推行呢個政策嘅方面咧，就要咧就透明度會比較高啲啦，否則咧就造成咗市民咧就一啲誤會甚至乎喺推行嘅時候會就做一啲阻撓一啲阻滯等等。但係大致上嚟講咧，就係話呢啲簽文咧係對大家一種警惕同埋一種提示。最重要一句說話啦，就係話丙午年嚟講咧，大家記住要防騙，俾一啲虛假嘅人啦、事啦、物啦，造成大家一個損失。車公嚟講咧，每年嘅簽文咧都係好準確嘅。大家咧就去參考一下，做好多啲防範嘅功夫。喺呢個丙午年嚟講咧，過一個順順暢暢嘅年，過一個大好年。好啦，今日嚟講咧，就同大家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就解釋咗，或者咧就係話分析咗呢個簽文嘅寓意。希望大家嚟講咧喺呢一個丙午年嘅時候嚟講咧，係得到一個車公對你嗰個提示啊嘛，對佢哋一個警惕啊嘛。你梗係要聽車公嘅話啦。就希望大家就唔好造成任何嘅損失，一切都順順利利。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